2025年係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成立85週年。喺1940年，唐宣喺戰事前夕成立。創會牧師貝光道牧師喺二戰時被拘禁，即使香港淪陷，唐宣係少數仍能舉行聚會嘅教會，於是信徒不分宗派，聚集喺呢度敬拜神。華人信徒喺困難中自立同自強，承擔領導，建立同奠下華人自立、自養、自存嘅根基。二戰後，教會秉持宣道會關懷社會與傳福音嘅精神，先後開辦咗宣道小學、宣道幼稚園同埋其他學校，奠定咗辦學傳福音嘅路線，並積極投入難民、醫院福音等關懷事工。喺1964年，教會差派黃可信牧師前往馬來西亞侍奉，係第一位獻身宣教嘅會友。上世紀80年代至今，教會持續擴展本地同海外事工，不斷回應時代需要，見證神嘅恩典與信實。到2006年成立宗派差會環球宣愛協會，實踐普世宣教使命。今日我哋站在唐宣85週年嘅里程碑上，一齊帶住感恩回顧過去，並以信心展望未來。感謝主嘅恩典，唐宣委託建道神學院陳志恒博士研究本會歷史，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之起源和發展史現已正式出版啦！呢本書細膩咁樣記錄咗唐宣起源同埋初期發展，回顧過去先賢信心與堅持嘅腳跡，見證神嗰份不變嘅信實與奇妙帶領。我哋誠意邀請你出席11月16號主日晏晝2點半喺九龍塘基子地庫 B02、B03 舉行嘅新書發佈會。當日，陳志恒博士將分享寫作心路與研究心得，吳玉樹牧師亦會介紹出版過程與內容亮點。新書將於會場以港幣100蚊發售，期待每一位弟兄姊妹一同支持，領受神嘅恩典。讓我哋同心感恩，一齊見證神嘅作為。